有什么贡献？我奇了怪了，只会武功级，我有刚烈，我就是我刚烈不正的原因嘛。我认你是什么原因？你告诉我。还有你害流量这么批评手给我。哎，你有一集流量，我还是跟你同一场的。我告诉你，明年这奖绝对是你，因为明年我不会再拿，我会是主持人。我们下一季的主题就是到底要留少卿哥还是阿乐？只要你按赞，或者是留言，或者是分享，我们就列入我们的抽奖。哎，不好意思，都要。各位来宾，主持人跟大家讲，是3个都要哦，按赞、留言、分享都要，我们就会送奖品给你啊。傻眼，真的是在一起啊，下个季然后争取一次机会。这就是墙头草。对啊，一定要加香菜嘛，就像是哈豆，如果不配所以哈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它很臭，但加不加？你还一点臭。我用自己的经验告诉大家，我大3那一年，我想现在很多人都有痔疮、肛裂的问题。那一年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有，可以去调查看一下卫福部。我那一年呢就肛裂，它的感觉就像什么美工刀这样一直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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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痛，真的很痛。有人跟我说，香菜水这样子用的时候，可以让你比较不会痛。喜欢吃熟食的人，他讲究杀菌嘛，安全卫生。你的香菜是生的嘛，生的加进去，它有没有农药？有没有处理干净？对，过程是不是少了一个高温杀菌的问题呢？你们有没有点营养卫生？你要这样讲的话，你也不要吃生鱼片。但是我明明都看到你们2个都很常去吃一些高级的日料。没错。现在要把抹屁股的香菜拿掉，不要好不好？抹完屁股再加吗？对啊，考虑回来说这个东西适不适合在熟食上面？好，我想问你了，你为什么香菜放进去里面，它本来的东西根据化学它的性质就变了，它就不是最纯粹的香菜了。香菜放在熟食上面，温度的改变不会影响破坏它，可是放到汤品里面去之后，它的化学结构改变了，它就破坏了原本的香味，那跟你们原本要求的不是不一样吗？你化学系的哦，你任何东西煮熟以后，化学分子都会改变，它都会加，不要用，都不要吃。让甜食饕客来告诉你这件事情。你是甜食饕客，我是。为什么？你就是看到甜食才刚烈。对啊，很痛，真的很痛。不要再加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下，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